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就业。今天这个财新网它刊登一篇文章，名字叫《稳就业：不教育、不培训、不工作的三不主义》。说专家称中国青年尼特族需关注。中国青年尼特率上升，尼特族绝对规模扩大，呈现大龄化趋势。专家忧其将引起大规模青年人力资本闲置，症结何在？这个财新网说，青年就业形势严峻，除了就业难，还逐步演变出慢就业、缓就业等新现象，甚至有部分青年退出劳动力市场，成为既不接受教育培训也不工作的尼特族。这部分隐形群体亦值得关注。财新网说，青年尼特现象是一个世界性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全球尼特率自2005年以来始终保持在20%到23%左右。2023年全球青年失业率约为13.3%，而尼特率约为20.4%。从规模来看，全球约有2.56亿的15到24岁青年处于尼特状态，其中2/3是女性。中国青年尼特族情况如何？近日，在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2025年2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育与开放研究经济中心研究员，反正是专家介绍其研究成果称，2018年到2022年，中国16到34岁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从93.3%下降至86.1%，尼特率从11.5%波动攀升至16%，尼特族的绝对规模正在扩大。专家强调，中国尼特现象正从短期转向长期，从个体偶发演化为普遍性问题，这可能引起大规模青年人力资本闲置。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将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尼特族根据他的失业时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又分为长期失业者、短期失业者、退出劳动力市场3类群体，也就是根据青年的就业状态，你失业6个月，那就是长期失业者；如果失业小于6个月，短期失业者。尼特率即尼特青年数量占对应年龄段青年总人数的比重。这个尼特人群，尼特青年指的是3不，就是不教育、不培训、不工作，摆烂躺平，类似这个意思啊，就是失业之后摆烂躺平，叫尼特族。这个专家强调，中国尼特现象正从短期转向长期，从个体偶发演化为普遍性问题，这可能引起大规模青年人力资本闲置。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将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这个专家还是够狠的，就这个报道的这个出发点就让人感觉这个不寒而栗，把人物化、人工具化。你想摆烂都不行，你摆烂影响了经济，也就是你一个人生下来你就得干活，你就得工作，你就得玩命努力，只有你的努力才能变成别人的豪宅、别人的飞机、别人的家族信托18亿美金。你不工作了，你都摆烂，那人家怎么攒够那18亿美金的这个信托？想想也挺悲哀。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所谓的文明到底是为什么？图什么？图一个不就是让你有选择的余地吗？你也可以努力，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工具，你也可以帮自己赚钱，你可以自己获得成就，但是你也有权利选择摆烂，也能活下去。我觉得这才叫文明，这才是社会发展的意义。如果社会发展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更加劳累，对吧？从每天工作8小时，现在变成10个小时，以后变成18个小时。从本来60岁退休到68岁退休，到70岁退休，那这种文明、这种进步要它干什么？所以说，专家说什么尼特现象，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将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就是你要在家里摆烂，不利于社会稳定。这个专家进一步解释，区别于传统失业者，
得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群体，不在失业率统计范畴内，可以认为是一个隐性的失业群体。因而，比较失业率而言，尼特率指标更能充分地揭示青年劳动力资源的闲置情况与青年的隐性就业压力。从中国尼特族的内部结构来看，短期失业者的数量仍在上升，不过得益于平台经济和灵活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长期失业者的数量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专家提出，由于走出校门后长期找不到合意的工作，对收入和未来职业发展的预期日益消极，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数量大幅增加，成为中国尼特率上升的最大推动力。为着重考察青年的失业持续性、就业意愿强度和就业信心水平，研究测算了减去短期失业者后的青年尼特率，也就是你短期失业的不给你算到青年里面。分年龄来看，尼特族出现明显的大龄化趋势。2018年到2022年，30到34岁青年劳动参与率从 99% 下降至 88%， 尼特率从 2.2% 上升至 12.3%， 而16到24岁青年尼特率从 12% 下降至 11%， 25到29岁青年尼特率亦达到 11.1%。 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教育扩招对于青年就业压力的缓解作用。专家解释说，教育扩招能够明显缓解16到24岁年龄段青年的就业压力，但受教育者在完成学业后终将走向劳动力市场，这种延迟到来的就业压力会导致部分青年在未来面临就业困难，最终可能体现为大龄尼特青年数量增加。也就是你让人家接受再教育，比如有人要本来大学毕业找工作，他不找，他考研，那考研完了不还得找工作吗？无非就是把就业压力往后延迟了。从城乡和性别差异来看，专家表示，中国农村青年尼特率始终高于城镇，女性尼特率始终高于男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尼特率一直居高不下，性别间差距不断扩大，女性尼特族的大龄化趋势尤为显著啊。研究显示，2022年16到34岁女青年尼特率为 22.7%， 较同期男性尼特率高 10.6个百分点。从城乡来看，农村青年尼特率从2018年 16.4% 升至2022年的 19.1%， 明显高于同期城镇水平。另外，从区域看，东部地区城镇尼特率最低，其次为东北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高。2018年到2022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青年尼特率略有下降，西部与东北地区略有上升，呈现出差异化和地域特征。专家认为，中国青年尼特问题根源在于劳动力市场的总量压力、结构性矛盾、制度性壁垒、人才培养体系以及就业观念变迁等因素的复杂交织。想要破解，需超越小修小补短期思维，完善政策体系，尤其要着力提高公共就业服务针对性和可及性。青年期待合意工作，就业质量如何提升？中国青年就业近年持续承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不包含在校生，就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2024年8月达到了 18.8%， 为更新口径以来最高峰。尽管今年该数据有所下降，但整体同比上年仍然偏高。2025年5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4.9%， 较上月降低 0.9个百分点，为今年目前最低点，但对比2024年5月仍高出 0.7个百分点。不包含在校生的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下行 0.1个百分点至 7%， 亦高于上年同期 0.4个百分点。除了需求端就业岗位变化，供给端青年就业观念偏好与变化也是造成如今就业市场供需错位的重要因素。当体面与稳定成为更多年轻人衡量一份好工作的标准，且对好工作的向往胜过有工作，提升就业质量成为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无法回避的一环。有专家表示，当前中国就业的主要问题
不在于整体劳动力需求不足，而是高校毕业生合意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供给不足。帮助企业提升就业质量，才更有助于推动实现充分就业。当前政策导向亦强调高质量充分就业。不过，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在会上表示，在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要求企业提高就业质量，不可避免会导致用工需求下降。在他看来，应将充分就业视为提升就业质量的前提和条件，优先鼓励企业增加就业数量。与会专家都表示，提升就业质量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避免过度政策干预。提高就业质量根本途径有2个：一、提升企业信心，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需求；二是培养高素质、高能量的劳动力，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个是财新网报道，也就是说，它的核心意思就是，中国青年尼特族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尼特族年龄也呈增大的趋势，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摆烂，不教育、不培训、不工作，接受现状。虽然专家说了种种原因，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这个话呀，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理解来说啊，造成这个现象呢，实际上不是说这些年轻人不上班，而是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找不到工作，1次2次碰壁，最后心灰意冷，有人就变成了全职儿女，在家里啃老呗，有老可啃，还是幸福的。那啃老一族不就是尼特族吗？实际上说来说去是就业压力导致的。就业的情况有多严峻？实际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他几个月前在《信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说，内地高校生失业大军或达3000万。他说，内地的高校大学生失业达到了3000万。咱们你看，今年好像1200万毕业生，那按照他的说法啊，就是恐怕2022年毕业的很多大学生都还没找到工作。2023、2024、2025这4年累计下来，有3000万大学生都没找到工作。文章说，他调查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从专科到博士，全国平均就业率56%。当他就此数据认真请教内地高校教师和经济媒体人后，各方认为这个数据极不可靠。也就是说，这个高校的就业率那数字是造假的，这个大家都心里有数。你要不说你找到工作了，你毕业证都不给你发。所以这个是学生配合老师、配合学校公然造假，大学生就业率就这么出来了。有多种方式就高校就业率数字吹气。他们认为，2024年高校实际就业率大概在30%到35%，也就是1174万应届毕业生，春节前仍未找到工作的大约是707万到825万。他还总结，毕业生数量2020年是870万，2021年是904万，2022年是1076万，2023年是1158万，加起来是4008万。即使按就业率56%计算，失业人数也是1763万。这个丁学良教授他还介绍，近些年高校就业率越来越保密，研究者只能局部考证，拿不到大面积数据。高校把学生求职意向书充当就业数据，把报考研究生和出国留学都不算未就业。有些高校为应对就业率是硬指标，让应届生做研究助手，每月只发2-3千元，填表时要写灵活就业，做自媒体。这个很多高校都是玩这个手段，说让学生做自媒体也算是灵活就业。这个就是为了让统计局每年对吧，每个季度公布什么失业率是5.0%，稳死不动。怎么能做到？这个诀窍就在这里面。按照丁学良教授的说法，这最近3-4年累积下来，这些高校毕业生失业的，他没找到工作的3000万。那这3000万里面有多少是尼特族呢？是他们不愿意上班吗？对吧？是他们愿意心甘情愿的摆烂吗？还是找不到工作啊？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大学毕业生他找工作。刚才财经网也说了，就涉及了一个就业质量，也就是他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啊。如果说他去富士康、拧螺丝，去广东那边进服装厂，这工作还是能找到的，但这工作不叫心仪的工作，
啊。如果灵活就业，那他完全可以加入外卖大军。现在不是外卖大战吗？正缺人，他也可以做自媒体。但这些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叫什么工作？为什么高质量的工作现在越来越少？这个一方面跟咱们经济形势有关系，能够提供高薪就业机会的这个行业啊，都在低迷之中。你比如房地产，过去房企它工资还是不错的，在传统行业里面，房企提供的待遇，尤其是这些上市的房企，这个金融行业是金领。这几年金融行业也在降薪。前2天在报道，银行连去年的奖金还没发，券商也在降薪。这个金融行业这个在降薪，还在裁员。那互联网行业，移动互联网，所以说各个行业都承压，因为经济原因都要叫减员增效。这是从行业来说，那最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外资的撤离，很多外企纷纷离开中国，他一离开，那岗位就减少几万。一个花旗银行把它的 IT 部门裁掉或者搬走，直接就少3000个岗位。微软裁员，对吧？少1000个岗位。这些岗位都是大学生所心仪的，对吧？在这些大学毕业生眼里，那就这个就是叫好工作，这些都没了。那个宝马，据说啊，有的生产线是上1天休1天，宝马提供的工作岗位也是不错的，结果现在已经是上1天休1天。所以你不能说是这些大学毕业生他不上班，他自愿心甘情愿的做尼特族。所以现在各个高校还在搞毕业生什么晚会、毕业典礼，这个有点丧事当喜事办的意思啊。毕业就失业了，有什么好搞的？还毕业典礼，正好巧了。人民日报最近搞了一个雷人的关于就业、关于上班的意义，这个把很多网友雷的是外交理论。人民日报说，上班最大的意义就在这些年轻人变成尼特族，不上班、不学习、不培训，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在这个时候啊，人民日报发出了这个强有力的声音，告诉这些尼特族。上班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说上班最大的意义不是那点工资，而是工作能让你有规律的生活，有见人的机会，有稳定的社交圈子，还有来自客户、同事或多或少的压力。一可以锻炼心智，二能促进你不断前进，不至于越来越堕落。工作不仅给我们带来物质上的收入，更给我们精神上的满足。通过有规律的生活，我们得以自律和充实；通过见人的机会，我们得以理解和接纳；通过稳定的社交圈子，我们得以支持和帮助；通过压力的锻炼，我们得以成长和突破。这个是人民日报说的上班最大的意义。我个人觉得，这是人民日报为付费上班提供了理论依据，打下了理论基础，往后恐怕要付费上班了，因为上班有这么多好处。上班不是为那点工资，不是什么窝囊废，上班的好处有这么多种，所以你既然有这么多好处，那你付费上班，那不是应该的吗？所以这对尼特族来说，那是叫醍醐灌顶。人家付费上班，你在家当尼特族，好意思吗？这个人民日报的意思就是，活着的意义就是工作。再通俗一点，活着的意义就是当牛马。这么下去以后不上班那就是犯法，找不到工作那是犯罪。所以每个人你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在灵活就业，不要给国家添乱，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找不到工作啊，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